再来关心过来宜兰的消息，宜兰站的营阁是非常的热热，新丰夜这个诞辰伫市区的暗访夜巡，这活动拄着连续的假期，有真的人是规家伙出动，行路唔闹真济这火车的比拼，传统的番社将军嘛对咧出巡，游行队伍差不多有600公尺长，有真的乡亲伫路边祈愿祈福，希望讲这病毒拢赶走，大家拢健康平安。 炮声哔哔哔哔，旧历2月7日，宜兰新丰夜生夜巡行遍宜兰大大小小街，那真热烈，有阴间司法官积极的新丰夜保庇，让大家拢真安心。城隍老爷会去找那些坏人，就是等他治罪啊。百姓就是说哦，城隍老爷很好啊，上暗访出来暗访，然后都会出来夜巡，大概只有神将会出来哦，那就是来洗净一下，然后做一个祈福的活动。 今年是新丰爷212年生日，嘛是宜兰传统风俗的大拜拜。疫情过了后，佮定举办场面，佮请迎，大人囡仔拢出来倒落地，街头巷尾迎接新丰爷。游行队伍嘛超过600公尺长，人是这个叉叉叉。日巡游也下去，晚上就是夜巡游前面的。哦。哎，这个亚游。 夜巡是为着要甲佮留伫咧人间的游魂带动去，啊那日巡是为着替百姓祈福，祈求一年平安。那文章真讲究，就含七爷八爷，伫咧游街时个挂平安符啊，互民众保平安。因内面都超过200年的历史，两身后将的面全部拢是用纸糊起嚟的，非常珍贵。他的脸是纸推出来的，这个叫老祖啊，就是跟随城隍老爷过来已经200多年。 新丰夜生日，佮拄着小年夜假期，真侪家长拢特别带囡仔来庙拜拜，嘛祈求平安顺遂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